第5章，咱既然因信称义，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得到甲上帝和好。咱阁借着伊因信得到进入现在所徛的这个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仰望上帝的荣耀。毋但安尼，就是伫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，因为知影患难生吞忍，吞忍生老练，老练生仰望，仰望未到的见效。因为所赐予咱的圣灵，将上帝的疼浇灌伫咱的心内。因为咱要软弱的时阵，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罪。只有基督伫咱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，上帝的疼就伫遮向咱显明。现在咱既然靠着伊的血称义，就搁较要借着伊免去上帝的受气，因为咱做对的的时阵，搁借着上帝的囝的死，得到甲上帝和好。既然已经和好，就搁较要因为伊的活得救。不但安尼，咱既然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得到甲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伊掠上帝最快乐。这就亲像罪对一人入世界，死阁是对罪来的。对安尼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拢犯罪，无律法的大成，罪已经伫世上，总是无律法，罪也无算做罪。总是对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王，连遐个无甲亚当犯一款过犯的，也伫伊的权下。亚当就是迄个以后要来的人的偶像，只是过犯毋得到恩典。那因为一人的过犯，众人拢死了，何况上帝的恩典，甲迄因为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减无搁较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为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毋得到恩赐。原来审判是对一人来定罪，恩赐就是对真罪过犯来称义。那因为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为这一人做王，何况遐会受大恩，搁得到所赐的义的，减无搁较要因为耶稣基督一人伫生命中做王吗？按呢讲来，因为一摆的过犯，众人拢受定罪，照样因为一摆的义行，众人也受称义，得到生命。因为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做罪人，照样因为一人的顺坦，众人也成做义。律法本是外添的，互过犯显罪，只是罪伫倒落显罪，恩典搁较显罪。就亲像罪做王，互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，互人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活。